讲到音乐，就想到奥地利。除了首都维也纳是世界乐迷钦分的所在之外，地极南方丹麦的首都 Graz， 也出了东道欧洲音乐人才哦。但係就聽到係啲廿位超過20年嘅鋼琴家，總是得欣賞啲 Graz 頭擺金鳳有體，來看日本 UNESCO 納入世界文化遺產嘅古都哦。现在空气越来越清新了呢。哦，嗰份的天氣暗吼，來到也最高點。也個就係廿位嘅最高點。嗰個最高點呀。是啊。啊，你看過去，也有當全部係紅色的，係啊。也嘛係一個城市的特色。紅色的有當路一片的特色啦。有看到新的建築物同舊的建築過後分。安尼前面一隻嗰種。心脏嘛，很像心脏的那个艺术屋。2003年格拉兹欧洲文化城嘛，所以在河中心有那个莫因斯也是那一年新的，看起来就是古典跟现代的突兀感这样子。所以眼科艺了有一点点好像很跳的感觉，不过他们整体好像有一种流动感，也是有融合在一起的。对，这就像世代新旧的。所谓前浪推后浪吗？后浪推前浪，后上哎，后上哎，推前浪，后上哎。那我也要推你，我们继续走，我们继续看。喺啲 Graz 24年嘅蘇德先生，自細就學鋼琴，佢小畢業就離開家鄉，啲幕府行人做棚下嚟到 Graz 簽自家嘅音樂夢。蘇德先生講啊，為小嘅自家嘅天然故鄉，就喺啲市中心嘅青高點上坡山看下去張清清楚，來去嘅鬆動盪，好好來看 Graz 嘅好風景咯。先生，你講該片係哪邊喏？哦，想看鸦片路喺格拉茲的東邊，東邊呢就是大學區，也是所謂的大學區裡面有包含格拉茲的大學、音樂大學跟工業大學都在裡面。對。啊，你講你以前係學音樂嘅大學，係啲兩位哦？對啊，馬蹄啊，都是提嘅最高建築物的旁邊，那裡就是音樂大學。對。所以你以前嘅時間生活就會在這一區。對。生活都是在這一區走動，以前唔曉得時差，也不會搭公車去哪裡玩，就在附近走動，頂多就騎個腳踏車。是哦。對。那你安永坤他這樣20年呢？係嗎？22年呢？22年呢？有冇該冇共用哦？建築物，新的建築物跟舊的建築物的差別。譬如說以前我們學校的校舍是，芥末黃，所謂芥末黃就是奧地利國家古蹟的保護色。那改掉之後呢，就把它漆成白色，感覺看起來就會比較像醫院一點，就以前的回憶就會不見。先生講，雖然 Graz 係奧地利嘅第二大省，不過人口差唔多爭有24萬，還卡其中嘅5萬三係啲當地3間當有名嘅大學來嘅。也未本 Graz 變做奧地利當有名嘅大學省，喺啲兩位27年呢，先生對當地嘅景物做出當數事，只係兩擺難得做導遊，未本佢想起嘅當時處來嘅心情。調下你老人講，就係兩位係你生活的範圍。對，這邊算是市中心嘛。那小時候就會覺得說，來這邊玩一玩，然後來這邊有一點點放鬆的感覺，搭電車，就覺得很開心啊。你的消遣娛樂怎麼這麼少？非常的少，那時候我們還沒有 internet，還沒有網絡。對啊。所以你講你調下講，你會騎腳踏車？那時候還沒有腳踏車哦，腳踏車要後來幾年才有的。對，所以你以前的生活範圍就留在這個舊城區附近。舊城區附近，在學校從家裡到學校到這個舊城區附近，就是生活主要的範圍。那是小的時候。啊，你都唔會想講想要出去玩，肯定嘛該。出去玩的話，手邊還有很多事嘛。你聽用錢練的，對我用錢同佢我現在聊啊，知道嗎？冇啊，嘛該都冇做，很會聊啊。現在工地這邊，珠寶店也沒了，衣服店也沒了，現在整修走這邊。OK。對。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走在这一条绅士街的感觉，就觉得哇，有一种休闲感，但是又有一种陌生的感觉。刚来的时候，休闲感跟陌生感。对，因为那时候才刚来，什么都不会嘛。什么都不会的时候，就会觉得还想要偷偷休息一下，但是又有陌生的感觉，就觉得也不能一直这样子下去。刚来的时候就是1992年的6月底，就是这种热热的天气。陌生感呢，就是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嘛，但是里面的感觉，我走在这里面，我又会有一种很奇怪的可以信任的感觉。观察你动力嘅说的先生，详细嘅书从当下嘅特质感受，身体脱离嘅佢，因为有对音乐嘅热情，韩国故事有严格嘅钢琴训练，对一个13岁嘅留学生，变做当地罕见嘅华人钢琴先生，一下就好好嚟听佢讲一段故咯。老师，你还记得你第一摆来到两位嘅时间嘅感觉？記得啦，第一擺嚟到呀，啲感覺也觀摩上，一些上攏冇，一點聲音都沒有。我可以安靜到我可以聽到我自己的心跳聲。真的還假的？真的真的，所以這是最好的耳機在。什麼最好的？最好的耳機在這裡。哈。對，因為那時候我們的壓力其實是蠻大的，我哋啲先生鬼戇呢，拿譜本來呢，第一個禮拜來5萬塊走譜。彈不彈？天一禮拜兩黑模破起來，譜都跳起來。要背了。要背起來啊！所以我們需要有很高的專注力，就是把譜背起來，然後你要聽聽到底你自己心裡面的聲音是什麼。而且我們那時候說實在的，會覺得說我的老師怎麼可以這樣子呢？我第二個禮拜還沒有背好，你把我譜丟走。那之後，直到我自己學教育的時候，我才會覺得說我不要這樣對我學生。唔過聰你就暗勇啊，就是13歲，然後就離家了。你當時候怎麼會想那麼多？就是聰愛13歲，我真的我唔知這個做乜解啊？因為我晚些時間還談，還太乙，我媽媽的姐姐，她跟我說，我小的時候就講過說，我冇鋼琴我會死黑。我小時候講過這一句話，我自己都忘記了。所以就是音樂就是我的命。對。到現在也還是如此。到現在還是如此。為到一個生命中無法度缺少嘅音樂，先生嘅青春差唔多都攞鋼琴做伴咧。雖然歌聲度聽出會成就，聽出會上也愛，不過竟然為自家當幸運。因為就算喺奧地利，音樂界嘅條路還係千難前嘅。一下再嘅外來客，做得啲歐洲音樂嘅研究教授。留設加好多嘅非課本教嘅素材，佢咪當正式嚟嘅機會。雖然也被拜訪都好都到暑假，學生都不用了咧，不過機會難得，我哋就聽聽先生來參觀當地嘅音樂學校哦。好，我們現在來到 Kleisdorf，就是我現在服務的音樂學校。那這個算是一個州政府所創辦的音樂學校，是一個公立的學校，就是他每一個有興趣的老朋友、中朋友、小朋友都可以來報名參加。那每一家每戶如果有2名以上的小孩來這邊念書的話呢，那政府也會提供相關的補助。哦，他就是提供一個學音樂的機會，讓每一個人不管你幾歲，對，都做得來2名。嘿。所以他一個學年大概350歐元左右一個學年，所以是非常便宜的。對。學校呢，音樂堂就是我們任何大小音樂會都會在這裡舉行。也就是說呢，像獨奏的樂器，像長笛啊，他們就會站在我的前方，聽得到我的聲音在這裡，然後要跟我有那個視線的交流，然後他呼吸什麼，我才可以跟得到他。那就是我知道在音樂兩個方面，就會你們的那個都會有彼此要有之間的默契。對。我想問第一都係你跳下來到，你從台灣嘛，然後你來到2位，你台灣你可能係一個很有才華的人，不過來到音樂之都，有才華的人一定又更多。
那这样子你会不会觉得会难过吗？当时竞争真的非常的激烈，所以为什么没有什么休闲，就是这个原因啦。为什么去到市中心，我们会觉得说，好像去到普店就很开心啊。因为你如果真的那时候太过逍遥的话，你同学、你的竞争对手马上就会超越你。那是不是应该要保留更多的时间去增加自己的实力？信长，那你再帮我示范一点点你气嘎干过你最喜欢的那些情绪的张力。好，我们就以同一首来做举例好了，我举例3个。这就是很柔的部分。那另外一个比较有生命感的，就是生命的无常，有生命在推动你的感觉，就是这一段。第3段。收回来，这种感觉。我会来到奥地利，就是深受维也纳古典时期这3位作曲家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这3个人的影响。因為老貝多芬嘅音樂世界有巧妙，所以先生就係用來到奧地利留學。佢講音樂嘅魅力係佢做得最令人嘅欣賞，本作曲家嘅感情，全個文化時空，全本詩意。對琴聲度，我看到外擺點清嘅欣賞，情感度豐富嘅情感。喺追求高超嘅研究世界，對下來做教書嘅條路，欣賞嘅情感度，用係自我調試嘅喏。繼續。我覺得這是以一種傳承奉獻的心態去教學，那這樣也可以讓我感覺到說，想要學的學生他們是怎麼樣來面對音樂的。我有很多學生他們是非音樂的朋友們，譬如說有退休的美髮師，有律師，有醫生，開完刀的醫生跟我說，哦，我好想上鋼琴課。那這個時候你就不能太要求說你的手型要很漂亮，因為外科醫生開刀，他們可能是這樣子拿那個手術刀嘛。那我就會覺得說，他們怎麼樣來記音樂上的譜？我會覺得說，哇，你們真的好棒啊！有那個開完刀那個醫生，他從來他不看譜的，他說我彈琴呢，我會想要把譜背起來之後，我再用完整的記憶，這樣子來彈給你聽。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講是覺得他們很偉大的一件事情，那我就會想要去協助他們，需要哪一點我來協助你。從這一點我會覺得教學這方面是蠻精彩的。第一等二的音樂人競爭度，轉到前基本的教育，先生啲度重新思考音樂的本質，透過教學，每本嘅喊卡好聽。音樂唔但唱係當跨體嘅彈奏技巧，還較重要嘅係啲度得到嘅快樂和滿足，也可能就從佢按多年來一次做嘅伴奏可用。那迪啊，就會你從你以前，你不是已經到了一個可以 solo， 就是很人家所謂我們，畢竟你當藝術家，你最想要的成就就是那個最高點。那對。你從那個點現在回到伴奏，你自己怎麼看這件事？我覺得這個是心態的問題，因為我在這邊深耕了這麼久呢，拿到的文憑雖然是所謂的鋼琴演奏的文憑，但是當我拿到演奏文憑那一天開始呢，我就告訴我自己，演奏這件事情呢夠了，我不要再走獨奏，因為獨奏的話，你永遠是關在琴房裡面，自己一個人面對這些譜，然後再收集一些曲目彈給你的觀眾們聽，那其實這是非常孤單的一件事情。我會覺得說，以伴奏的話，就是你可以跟音樂其他方面的樂器跟他們做結合，跟他們做一個互動，也就是一種 teamwork 的這個感覺。所以你是喜歡，比較算是分享嗎？分享方面是教學理念的分享。那zusammenarbeit就是我們共同的做些，我們一起來合作，一起來完成一首曲子，這個是我所喜歡的。這就是為什麼
我会喜欢弹伴奏的原因，就是我会喜欢当一个很重要的配角，这样子。谁要做配角啊？做配角我觉得会有另外一种满足感，另外一种成就感，因为你会觉得你有一个支撑点在那里的话，那其实你可以支撑很多人，就像一艘船那样子，就是很稳的行驶的时候，你可以载很多人。对。你好音乐变做傑出的伴奏家，音樂路向大家經歷，本先生悄悄地簽到自家中意嘅天位老角色，累積了很多年嘅音樂涵養，老動有嘅觀察力，本動強嘅先生現在拉其他人，向下鋪出很加精彩嘅音樂世界。我想，zusammenarbeit已經老主角配角冇關係，認真做好自家嘅角色，向下鋪出來嘅感動人嘅樂章。神奇的披薩，沒神奇的起家。哇塞！9年前，Amy 買2張貨，然後120年。兩個不會120年？對，120年。該時間那一年，契約貨都懂過，所以我們不會像一般的房子都是比較好。太極 ，Hello， 你好，你這個翕相哦？係啊，因為我平常我做攝影的方面的 case， 然後對啊，然後我也很喜歡街拍，所以今天天氣很好，然後就出來稍微拍一下這樣子。對啊，所以你對 Graz 料理係很熟悉嘅人哦。係啊，那俺嘅本年就會本年帶俺去認識了多少？好啊，看看了2003年成為文化之都的 Graz。好，來哦。非米子拖延兩談客家人，加到到馬高期將近20年，對馬嘅都充滿熱情嘅佢，當下用翕相來做係生命都前後嘅時刻，也拜為到愛哋來拜訪啊，佢貼片來到市區，帶愛哋來認識一個世界文化遺產嘅舊城區。Graz 的中世紀嘅時間係阿爾卑斯山東邊嘅最重要嘅文化城市。該時間就開始有文化基礎，然後以前哈布斯堡王朝沒有啲啲邊辦公，佢哋邊有王宮。然後家對面有隻屋嘅，係佢哋的當時起嘅屋嘅，啲啲邊辦公，等下你做的韓國一個。你可以看到前面這條街是最重要的街，是黑人嘎塞。黑人嘅意思啊，黑人是先生的意思。先生？對，所以你看，古時候的人說都是以男生為天，這樣男生為主天，所以就是叫黑人嘎塞最主要一條街。性別歧視？對，也不算是啦。因為華減東歐老 Balkans。Graz 係重要嘅貿易流行村城市，就算停定歷史改變 ，Graz 嘅地理重要性冇從調擺咧。唔過行啲地圖，還係看得到嘅當時嘅繁榮。係講愛滿非米子老廿在千年古上嘅緣分，就會啲嘅當時嘅 love story 講起哦。是啦，嘛個都唔啲啊，佢喺外準備，跟外做準備啊，全部都準備好誒，半年之後就過來。3、4年之後結束人來求婚，我到該時間我這樣子講，原來當時佢喺外申請的嗰條文件，全部都是為到結婚準備的。跟你係有一點點被騙的咯，已經呢。我有人講，其實沒因為講按半年的時間的相處，這樣子講佢倆這樣。OK，然後很誠心誠意，然後感覺講佢有啲分心，係樣嘢，然後又認識家務下人，啊家公家娘，然後識古嘅啲掉，然後大家都懂相愛，係樣嘢，係。當時咩冇想按到講，來到呢邊會遇到乜嘅問題啊困難，到嗰時間冇按想啊，就唯一有想到是我敢按嘢，跟漢堡看阿爸阿妹我。係就較困難啊樣嘢，不過當時後生啊，人後生嘅時間唔會想按到，就是講 OK，就結婚了，按就嫁過了未來。
菲米记讲，佢当时虽然有一点戆巴，变做奥地利嘅舞娘，不过生活越久，也发现两边嘅电影下，格子相应嘅素材，唔但强啲嘅丰富嘅文化内涵，还较重要嘅系亚味吃菜嘅生活，还有人情嘅温暖。等下係做到菲米記啲高級嘅舞下擺放，體驗日記化嘅意思哦。歡迎咯，我不下了。已經認定嚟到咧。係啊，介紹我先生。你好，我的是你。Christophe。我是 Christophe， 你好。你會說中文？不會。會啦，會一點點。他是很幽默哎，是不是？對啊，他一向都很幽默啊，很愛開玩笑。對啊。我聽說他有一個中文的名字哎，是什麼？中文名字？對啊，克里斯多夫。對啊，克里斯多夫。剛剛過去有一種就是豆豆先生要逗人的那種。對啊，給同我講開玩笑這樣子。對啊，9年前你買了隻舞嘅，然後120年嘅。兩個舞嘅120年。對啊，120年嘅，係啊，你都朋友介紹嘅，然後想講。舞嘅很漂亮，然後外面環境又很好，所以我們就決定買了這樣子。對啊，我看兩個舞嘅就是很挑高，然後外面我是還沒有認真嘅看，對啊，兩個看起來跟市區的樣子完全又不一樣。冇不一樣，因為兩舞嘅係120年嘅，然後嗰時間咧演戲嘅舞嘅都倒高，都挑高，所以我們不會像一般的現在的房子都是比較矮，我們這大概有4.5米左右。那我能繼續看好了。你係你嘅學堂。哇塞！係啊，你懂我看書，所以我你。嗰時間買舞嘅時間，你出講愛聽學堂哦，乜嘅都沒有關係，可是一定要有書架這樣子。因為我們兩夫妻都很愛看書，所以我們就特別請了那個木匠工，幫我們整片牆都做成書架的樣子。我們住9年了，現在我們發現書架不夠用了，對啊，所以要想辦法，還要在別的房間再做其他的書架，然後繼續買書。然後我先生很喜歡收集 DVD， 對，所以這一整片都是他的 DVD 的收藏，這樣子。啲奧地利係嘅書上唔啲屋嘅新舊，係啲人用嘅經驗。有老靈魂嘅菲米記講，做得顯日百年老屋係難得嘅緣分。佢老公每人生嘅前物質，絕對唔會輕彩改變，本老屋保有原樣。不過為到本屋嘅還較發拍，菲米記開始係年華熱潮嘅演藝生活咯。按用近看你嘅舞看，我就感覺很像那個什麼德國那個黑森林的那種樹屋哎。哦，係啊，因為我們當初來看房子的時候，我們就是因為看到它的一方面是歷史悠久，然後一方面是它的造型很符合我們心中夢想的家，所以我們就馬上就出手把它這個房子買下來了，這樣子。對，然後我們很幸運，我們能夠擁有這個房子。然後這裡的居民呢，非常非常的熱情，所以我來這邊就是相處起來都很融洽，完全沒有任何不同種族之間的隔閡，完全沒有。然後這裡的居民對我都非常非常的友善，然後都變成很要好的朋友。對，就像是半個家人一樣這樣子。你好像看每一個事情都是很好，然後很棒，就是你是一個充滿愛的人呢。對，我在想，可能是因為我周遭生活那些人給我的一些力量，這些人給我的愛，然後跟溫暖，造就我現在的個性。對，所以我就是時時感恩，然後時時惜福這樣子。對啊，所求不多，我只要我的家人跟我的朋友平安健康就好了，這樣子。每次爸爸媽媽通視訊就問說：安好麼？啲嗰啲身體又滿意，大拜講天話給一天問，我爸爸媽媽一天問講：你身體好麼？係。有時間會想講感恩言，不過我看我爸爸媽媽你喺看到我講，個都當好。無憂無慮，然後記錄咁樣發放線啊，永遠。
不会啦，上不下一定要上，因为台湾迄一家不下。唔讲俺要当翻译去讲，你阿美的朋友不下，俺甲讲甲用对俺都当好，都冇嘛个问题，所以俺过懂幸福，很幸福，对，一切都很 OK。只是有时候还是难免会感伤啦。对啊，年纪大了这样子。对呀、啊。这个是什么结语啊？好像是什么？你要结婚吗？系啊，系你做迄个东江呢？大家看一下，两个组还记得传统的服装。这个结在这边就是代表我已经结婚了，在左边的话代表说你还是单身未婚。他说你穿传统服好漂亮，只是鞋子还是球鞋。朋友啊，系啊，系啊，平常你都会滴滴阿杯，然后就是会喝小酒，然后打牌这样子。青春奶的跟那个热炒店是不是？因为它这里餐厅很有名，是它的炸鸡，然后很多这附近的居民，还有远道而来的人都为了吃它的炸鸡。对，等一下我们也可以吃它的炸鸡。好啊，对，Tofu, we want to eat 炸鸡。这是Heidi。Hello Heidi。这是老板娘。That's his technique. Yeah. We want to order 炸鸡 fried chicken. Fried chicken gebacken 的。哦，这是我们的老板。Hello, nice to meet you. Oh, very cold, right? Hello, Servus. Hello, Servus. Would you like to join us? 你要不要坐下来？他听得懂中文？他听不懂。他说他要工作这样子。这就是我们村民平常的生活。对我们来讲，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小酒馆。然后我们常常都来这边聚集，大家都闲话家常，就像朋友一样。刚过你们这个城镇每一个人都有很紧的联系。对，我们大家都彼此都有很密切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出去度假或干嘛，他们就会帮我们看门户啊，帮我们浇花，帮喂我们家猫咪这样子。对，我们有什么事一通电话，他们都会帮忙我们，就很像家人，就让我感觉到说，很多人都说西方人都就是很冷淡，其实不以为然。我觉得我生活的奥地利的环境里面，每个人都很好，而且我遇到的人每个都人情味都很浓。西主講嘅安布斯，簡單卻充滿笑聲。維米基講，20年前嘅佢係喺東江建設嘅，根本依嘅發拍拉開朗，真見係受到奧地利人嘅影響，每本佢天天都曉得享受生活。啲西主講各位平常嘅伊啊，天公人落去豆腐山好嘅蘿蔔做下哦。太敢按做，我的视察10点半的點鐘，然後來到這個感覺很像與世無爭的地方。我的按用一路按用四松來啊，真的是沒有看到幾戶人家。不過我感覺兩邊的環境本來馬該都不想要管了，所以我親戚他等一下會看到嘅人，他們會有多淳樸，然後多熱情。我等看下來一看哦。老祖公係大粒嘅豆腐，山頂巷嘅零沙，還係嗰啲Alphans傳統中庸中午嘅生活。也拜聽到我哋愛來啊，佢哋歡喜嘅做啲傳統嘅sản婦，帶來自家配嘅糕餅，愛來分享我哋咧。等我分好sản婦，就留佢哋鄉下體驗傳統嘅奧地利生活咯。好像是什麼？你要結婚嗎？係啊，係你做迄個東江呢？大家看一下，兩個組係記到傳統嘅服裝。唔過我有看到一個冇共用嘅地方啊，就係比馬該你的結底兩位，我的結底兩位啊。對啊，這個結在這邊就是代表我已經結婚了。對，然後這個結在左邊的話，代表說你還是單身未婚。OK single。對。No，那個是綁在後面的，有人綁在後面嗎？對啊，以前的說法是說綁在後面是已經是先生去世了。
所以寡妇才把结绑在后面这样子。对，是以前的习惯，但是现在的人已经没有那么注重了，结都是随便乱绑这样，只要方便就好这样子。但我们还是会注意一下，已婚都是绑这边，然后单身的是绑另外一边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出去本人看一下，看一下一个台湾来个两个台湾那个来个妇娘，好传统服安呢，好，我们走，我们来让我的邻居看看台湾姑娘穿传统服。Oh my god， 好看哈！他说你穿传统服好漂亮，只是鞋子还是球鞋。我说啊，很可惜我们没有带到鞋子这样子。对呀。Hätte mein Brautkleid noch zu Hause, das würde euch passen。他说他还有保留他结婚的那套传统服啊。对，结婚没做那个哦。对。 noch nicht davon trennen。啊，他这件皮裤已经90年了啊。对，然后这件真的就是一代传一代，这是从他爷爷从他爸爸传下来的。啊，这件裤子已经90年了。对，他们可以自己设计吗？这种？没有，通常这都是裁缝师的，所以他们就是布是自己给吗？没有，就是你可以跟裁缝师讲说你需要什么样的款式，长的、中长的还是短的，然后裁缝师会依照你的意愿，然后帮你裁制这样子。对对。Are you happy you inherited this from your father? Ja, bist du glücklich? Von der Vater hat diese bekommen. You pass on. Ja. Oh. 漂亮的小姐。我给你她的被子，好不好？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的迎宾酒。就是我们每次邻居来串门子的话，第一个动作一定是倒这种蒸馏酒，对，表示欢迎。我觉得这个应该味道蛮浓的，是烈酒。I will get drunk in the morning。第奧地利嘅太熱頭下，連帶自家叫嘅洋賓酒，是定翻做當簡單，且充滿新意嘅美食。可能語言無同，文化有別，不過對鄰舍嘅歡笑相度，我未感受到一份真誠分享嘅快樂。鄰舍之間分享定自家嘅農產，過定差唔多持續嘅日曆，一種富足又色彩嘅生活態度，就係佢哋嘅幸福。動作過後，鄰舍佢哋咪會轉去做事咧，我也打崩牙機飛，好好撈豆腐打一下嘴骨。你从一开始就已经有打那个算盘要做什么事了，对不对？对啊。哦，你竟然说对的。Because it was love at first sight. Yeah. Yeah. 哦，20年前他第一次见到我之后，他回到奥地利，他就跟他爸爸妈妈说，他要跟这个女孩子结婚。Because I had a feeling she's the right, wonderful lady in my life. As simple as that. Yes. 哈。Yeah. 然后你就已经想要跟他结婚了。因为我对他刚开始还是有一点距离，因为我觉得他是外国人，对，然后可是渐渐他就有表示他的真诚，然后慢慢的就有被感动这样子，对，所以他第一次求婚的时候，我没有马上答应，他很难过。Niet the next day, soms een paar wochen später。对，因为他求婚一次，但是我第一次没有给他正面的答复，然后他就很难过，然后他就讲说你再考虑一下这样子。其实结婚除了觉得说对方是适合你的人之外，其实结婚多多少少还要一点冲动。如果你考虑的太多的话，可能你会怎么样？会就是会踌躇不前，对，会踌躇不前，会怕怕的，然后想说，好，就下定决心，然后就是这个就是我以后一辈子要走在一起的人。你听到本太嘎科尼哈，非常浓稠，好像从大地跑出来的。对。感觉如何？什么香甜？離開山頂巷嘅屋下，
菲米姐爱带爱人继续体验奥地利嘅综合风情。本人讲系奥地利60线创嘅 Steiermark， 也比出睇血牛血羊，还加系奥地利青草药嘅农产体。才韩国强强嘅田野，唔知菲米姐你会带爱人去哪呢？这是一个农庄，对，没错，这是我们典型的Steiermark 的农庄。然后这是我朋友的油坊，我带你来参观一下。对。快点 ，Chris Scott， Chris Scott， 哎，在偷吃呢。What are you eating？ 哦，他在吃那个南瓜子烘焙。嗨，你好 ，Chris Scott，Chris Scott。OK。Opa, if I want to try others than these, which one? So many. Which one should I choose? Besser ist, Öl ist das Beste. Was ist das Beste? Ja. Das ist gesund und das ist für den Magen dann. Okay. 对。Okay. Muss man vorher schütteln. 哦，它看起来很熟练哦。对，你要喝之前要摇晃一下。You drink every day. Ja, ja. 哎，太嘎宽，好浓哦，怎么是这个颜色？对呀，还有加南瓜子。Okay, okay, finish. Okay, finish. 谢谢。Danke。Ich auch, ne? 是酒精哦，而且应该很浓哦，应该酒精浓度大不低概哦。16%。Prost。菲米姐讲 ，Steiermark 嘅饭瓜除提用嚟焗酒，饭瓜因浸出嚟嘅油含卡係經典咯。當地嘅農莊雖然唔係動態，不過大幅都有自家嘅品牌和特色。幾百年嘅醬油歷史，咪層層嘅影響當地人嘅食材。無論pan、salad 還係 ice cream， 都天出嘅廉價鄉村嘅綠色黃金。小小嘅飯瓜子有咩出來咧？夾掉嚟試一下。我们的每一道沙拉菜几乎都会加南瓜子油，这是我们的沙拉圣品。对，哇，我觉得我的全身都已经充满了南瓜子油的香味。对，我们来吧，你一定迫不及待想要品尝一下现压榨的南瓜子油。马上可以喝。对，马上可以喝。好。对 Danke schön， 就是ganz very healthy, right? ganz gesund。而且那本太嘎宽你哈。你看它的那个绿色是非常浓稠，好像从大地跑出来的，对，纯天然的。我直接试喝了。你感觉如何？有没有香甜？我觉得那个南瓜在嘴巴里面跑来跑去，很好喝，对不对？好香哦。对啊。现在有一点点 local Steiermark 人了。好香哦！聽到菲米姐生活，集做地感受到日常嘅幸福，無論係食物還係人情，簡單善良都本人同在下。帶愛人走上走下，三唔會開嘅機，是希望本台灣嘅觀眾看到無同樣嘅奧地利。接下來，聽到愛到到 Steiermark 嘅南方，奧地利和斯洛維尼亞嘅夾嘅。來看奧地利海拔1000個嘅葡萄酒產區，其實佢哋生活中做唔得缺少嘅飲料哦。嘿，輪醫師新朋友嘞！對呀，帶輪醫師新朋友。哎，怎麼又是豆腐先生？哦，我先生已經先開喝了，這樣子。Nice to meet you。好久不見。你已經開始吃了。來，你已經開始喝了。所以。假日周末的时候有空，我们就会来酒莊坐一坐，喝小酒，然后尝尝这些美味的食物。这样。你想喝一点点的白酒，奧地利的白酒？呀。你想喝一點點？哦，可以嗎？Danke。我對酒完全什麼都不知道，白酒到底是什麼？白酒it's a special grape from Austria. It's only growing here in this wonderful region, this wine. Yeah. And it's a white grape. Yes. And this wonderful gentleman here cultivate this wine to a wonderful, wonderful wine. You must try. Okay, I must try. 我们来试试看。好。Prost。對台灣人來講，講到葡萄酒，可能會想到奧地利。不過也唔係因為奧地利嘅酒唔好，但都係因為品質好，量產冇咁多，連啲歐洲都當難買到。另外也做得試一下，真見係當幸運。韓卡菲米姐嘅好朋友，酒莊嘅主人，
每同歡喜攞我哋分享品酒嘅 tip 噃。So you can teach me about wine? Das ist ein Sauvignon Blanc. Ist einer der meist angebauten Sorten in der Steiermark. 那我们这个地区的土壤跟基受跟别的产酒国来讲是稍微的不同，也是因为有这样子，所以我们才有具有各自己的特色。对。Das Besondere von diesen Weinen ist, dass sie extrem würzig sind und der Sortencharakter, den sind nur hier in der Steiermark so gedeiht. And then you have the tongue. 对，我们品酒的时候，第一个我 If 们 you 就 taste 是 the 要， wine, first you take the nose. OK，我们现在品它的香，好香。 Then you 然后你 see 就 the 看 color. 它的颜色， OK，对，黄黄的是对的吗？就是你会发现淡绿色，淡绿色， Only taste 一点点。对，然后再喝一口。 What？有点，其实有点像我们在洗漱口水的那个感觉，真的。我们在品酒都真的是这个你样子，再试一次。 Den Kopf vielleicht nach vorneigen. 让那个酒的汁液在你的嘴巴里面翻转，打滚这样。可以吗？你再试一 This is 次 to。taste the wine. 我差一点就把它当漱口水漱口了。你可以这样子，如果我们讲白一点，你可以这样子。真的吗？对对 This is not how to enjoy the wine. This is how to taste and to know what is it good, is it bad, what is inside. Was the sun good? Was the taste good? Was the grape good? Was the ground good? This is only to qualify the wine. OK You qualification. try. We try together. 雖然我對葡萄酒嘅認識冇多，不過我想，佢會本人係做快樂嘅飲料，唔但搶啲其香醇嘅口感，還卡係其實向下打造個世界帶來嘅快樂和滿足。啉定輕鬆嘅葡萄酒，蹦定菜體嘅綜合料理，酒中嘅輕鬆氣氛，會俾我感受到奧地利人內心嘅熱情呢。那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这样20年来，你看阿姨的感觉是什么 A little bit older。不是吗？对吧？我以为你要说对哎。 Like in the first day, Oh, I get older and she gets younger. oh no, it's not true 这到底是什么童话故事啊？对啊，我们就是也保持赤子之心。对啊，虽然年龄已是越来越大，但是我们还是保 You 持 know the beauty 青春。 of the musical, The Beauty and the Beast. Yeah. Yeah. It been the beast, Beast. it been the beast， 好的。这现在20年了，所以我有时候仔细去想说，20年真是一晃眼这样子。对啊，经过许许多多的风风雨雨，但是 I also think 这 one of the 20年来 crucial 我们是 things- 值得的。 I also think one of the crucial things to be together so long is humor. Humor. Yes. And Hueme has a big sense of humor. 啊哈，那是我跟他学习的，他影响我很多。你可能没有想到 You 说， must laugh about yourself, you must laugh about the world, and then life will be easier. bitter 酷苦，非常的苦。你面对的，对，因为德文叫 bitter，就是 Bitter 你对面对的是有点苦涩的问题，但是你还是能够轻松的面对。因为我发现说这20年的过程里面，我有时候其实我是比较会紧张的人，我容易未雨绸缪，而且我会比较杞人忧天。但是我发现说，当我遇到每个问题之后，其实都能够迎刃而解。我20年以后才知道说什么叫做桥到船头自然直。真的有很多问题是当下你会觉得六神无主，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然后甚至会手足无措。但是我觉得老天爷一直都在帮助我，老天爷帮助我找到他，遇到他，然后老天爷帮助我们度过20年的酸甜苦辣，然后度过重重的困难。所以我觉得我很感谢老天爷，我也感谢我先生，没有他，对啊，我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子的生活，对，所以都是他一手创造出来的一个世界，一个家这样子。Yes. This was not a sentence. Okay. Paragraph. I love you like
on the first day. OK， Oh, danke, mein Schatz. danke, danke. danke, danke. 谢谢。所以我爸爸妈妈也能够放心了。对，所以2岁年前我提起过来奥地利，2岁年还有证明过我的选择是对的。谢谢他。No camera. No camera. 对啊。看到佢條20年嘅婚姻，就得保持相信婚姻嘅甜蜜。我想，同花樣嘅婚姻唔係冇困難嘅嘢嚟，係兩公婆之間願意相知相惜，本生活充滿生氣。看到佢條對生命嘅樂觀態度，我發現啊，是愛信仰一邊，世界都會輕鬆起來哦。